大家好，我大家講講而家YouTube 中文圈傳得最 hit 嘅嗰個新聞時事，黃子安嘅家暴門事件。黃子安先生呢、個黃子安先生呢、個黃子安先生嘅呢、個黃子安先生嘅呢一個知名嘅時事類嘅 up 主，我係一早就有所聽聞嘅。而今日講嘅唔係佢作為時事 up 主，即係我今日講嘅唔係時事嘅嗰方面嘅領域。我今日講嘅唔係時政嘅嗰方面嘅領域，而係講呢位知名嘅時事類嘅數一數二嘅呢一位 up 主黃子安。即係呢，我哋首先我哋搞清楚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即係你作為一個咁大，即係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你作為一個有過百萬級粉絲量嘅一個時政類嘅 up 主。即係呢，一個名人佢身敗名裂分兩種情況。第一種就係嗰個好似嗰個王力宏先生咁樣，王力宏先生係身敗名裂，但係佢身敗名裂嘅原因係因為佢俾佢嘅前妻惡意毀謗，而導致佢形象跌，而導致佢嘅形象人設崩潰。嗰位王力宏先生，佢因為佢前妻對佢進行惡意嘅毀謗，而導致佢嘅形象同埋人設徹底崩塌，而導致佢嘅演藝事走向真正嘅式微。呢件事件係應該怪王力宏定係應該怪李靜蕾呢？呢個問題我暫時唔急於評論住。如果假如我嚟一個簡單嘅一個評論，咁就係我認為王力宏有一半嘅責任，李靜蕾同樣有一半嘅責任。而今日嘅呢個黃子安事件呢，佢同王力宏事件嘅嗰種人設崩塌係有重大嘅唔同嘅。呢個王力宏，佢呢個王力宏，所以佢造成佢嘅形象同人設徹底崩潰嘅原因，係因為佢前妻惡意咁樣對佢進行攻擊。佢呢種失敗係應該怪佢嘅前妻，但係今日呢個黃子安事件，呢個黃子安佢嘅名聲掃地嘅原因就絕對唔應該怪佢前妻，而應該怪黃子安先生自己。佢係一個現代版嘅黃世美咁樣嘅，佢係一個現代版嘅陳世美咁樣嘅一個人。佢將佢老婆氹嚟日本嘅時候係花言巧語，而當氹嚟日本之後，就2個月就要同佢離婚。而且喺今日嘅呢個爭吵當中，佢仲想攞翻佢嘅女嘅撫養權，而且用非常揦詐嘅手段對待佢嘅前妻，而且不但呢啲黃子安係嘅咁樣，而且佢嘅新任嘅女朋友亦都用呢種方法對待黃子安先生嘅呢個非常之有進步思想嘅一個前妻。我覺得黃子安先生咁做法係一個對我哋全中華民族嘅男人係樹立咗一個非常之不好嘅一種嘅形象。因為如果假如我哋全中華民族嘅男人對你嘅行為容忍嘅話，我哋全中華民族嘅男人就要執笠，就要關門，就要被全世界掃地出門。黃子安家暴門嘅事件，喺呢件事件當中，應用準確嘅標準嚟講。佢3月10號呢個家暴門事件，當時黃子安先生
應該講係仲未家暴到呢位非常之思想進步嘅前妻，但係佢呢個家暴門有冇實際實施咗家暴，唔係最重要嘅問題。最重要嘅問題係呢個黃志安先生，佢係一個好似陳世美咁嘅一個人。佢嘅前妻對佢仁至義盡，佢今日成功咗之後，竟然同佢嘅新任女朋友想冇晒佢嘅前妻嘅一切。佢叫佢前妻過嚟嘅時候，叫佢辭咗中科院嘅工作，過嚟支持佢。咁佢嘅前妻義無反顧咁過去支持佢，而到佢今日成功咗之後，佢將前妻一腳踢開，仲想用啲咁嘅方法，仲想用啲咁嘅方法將佢將呢個前妻將佢一腳踢開，等佢連發聲嘅機會都冇。阿黃志安先生呢種咁嘅行為，我作為一個華人嘅男性，我表示係絕對不能接受嘅一件事。做任何事情，我哋必須有原則、有底線。但係呢個黃志安先生，佢到現時為止，佢從來沒有承認佢做過呢啲咁樣不倫嘅事，更加之冇莊嚴向佢嘅呢位非常之有進步思想嘅前妻嚴正咁樣道歉。呢啲係我對黃志安先生不可容忍嘅事。我呢位政治時事類分析嘅噏主，我以我全體嘅同胞嘅名義，嚴正要求黃志安先生，如果你響72小時之內，你唔願意向你嘅前妻李丁女士嚴正道歉並承認你所有嘅錯誤，如果你唔願意無條件咁樣做到嘅話，咁我希望你滾出我哋呢個公眾人物嘅呢個行業，因為你呢個人係一個現代版嘅陳世美咁樣嘅人，你有咩資格做我哋嘅？你有咩資格做我哋嘅名人呢？係咪先？王力宏佢身敗名裂，因為佢前妻惡意攻擊佢；而你黃志安，你身敗名裂，唔係你前妻惡意攻擊你嘅前妻係好似宋慶齡女士咁樣，一個有覺醒、一個有進步思想嘅一個女性，一個非常之正確嘅一個華人女性覺醒嘅一個好嘅華人女性。而你呢個黃志安用啲咁揦鮓嘅手段對付佢，而且同埋你嘅新任女友用啲咁揦鮓嘅手段對付佢同埋佢嘅女兒，你啲行為係我哋全球嘅華人男性係不可容忍嘅一件事。如果你希望挽回你嘅信用嘅話，我希望黃志安先生按照我啱先講嘅呢個標準，嚴正向你嘅前妻、向你嘅女兒、向你嘅所有嘅支持者嚴正咁樣承認錯誤並且道歉。如果你願意喺72小時之內做到呢一點，我哋或者會俾你一個回頭嘅機會。但如果假如你唔願意嘅話，咁我會堅決抵制你黃志安。